喺我手下做嘢嗰啲裝修師傅，個個都過5萬蚊以上嘅。香港師傅對工具個錢係一啲都唔會計較嘅，話俾你知。因為香港人工貴啊嘛，佢點會同你計較工具咧？我睇過有圖片就話大陸嘅工具比香港超越幾多倍幾多倍，有咩可能咧？係咪先？佢全部都係進口工具嚟嘅，全部都靚嘢嚟嘅。點解香港人工貴？師傅入行嘅人越嚟越少，青黃不接，年輕人更加唔想做呢行，人工梗係貴好多啦。咁你架撐都唔得嘅話，你點樣搵食咧？係咪先？跟住我做咗師傅，最高年齡嗰個400年㗎，啱啱75歲先退休。你見到佢仲好精神添嘛？個師傅做嘢啊，仲跑得快過你啊！而家香港呢邊嘅年輕人裝修，只要肯做，一般咧都有5、6萬一個月嘅，一般就係1600蚊到2000蚊一日一個月。我哋又出2期糧嘅，15號1期糧，30一期糧。因為裝修師傅嘅生存壓力好大，以前曾經試過走糧。你諗下走錢你幾大鑊咧？你如果走1個月糧唔見咗5萬蚊喎，我點樣生存啊？係嘛？